老师，你平常时咧写歌词的时阵，是用什么心情在创作啊？他的生活的状态啊，咧开车的时阵啊，做大家司机的时阵，我写的每一条歌，大家拢最爱听的啊，尤其是歌词，对无？啊你咧？我都分是一支咧点，酒一杯咧打啦。哦，安尼你足辛苦的呢，逐工食薰，逐工啉酒，咧大卡可能足侪创作人拢甲你共款。即摆有分卖够食酒，袂够打。所以他们都可以体会你的心情，好不好？这个我来看。这边啊，这边。这边，哦，这边，安尼哦，我显贵。他是对。最佳作词人奖得奖的是小韩成人之美。老师，我每次看你 MV 都很有趣耶。怎么说？要塞客停车嘛会塞，放电影嘛会塞，一直在解锁新的职业。我下一次会请导演让我开飞机。叫我来颁这个 MV 奖，有一点侮辱我的视力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部 MV， 但阿彬，你的 MV 很厉害，谢谢老师。因为你的 MV 除了找很多非常优秀的导演以外，还有优秀的这个演员。你的 MV 里面很多时候有剧情、有声音，我觉得袂歹。你哪会弄知？我有在看啊。哦。多谢大家。这支金曲奖是我人生第5期的最佳男歌手金曲奖。自今日开始，我的5金行开张啦！我非常欢喜。首先呢，我要先叫伫阮家的电视机头前的妈妈先去困，因为伊拢10点就爱困啊，即摆已经9点外啊。恁囝已经得奖啊，所以你会使安心啊去困，甲阮妈妈鼓励一下。多谢金曲奖的评审，予我这个机会，搁会当徛咧遮讲话，除了赛车以外，我搁会当伫遮讲话，领金曲奖，我嘛是感觉足欢喜的。当然呢，伫专辑内底呢，有足侪朋友甲我斗相共，我要感谢我的录音师博文，我要感谢我的混音老师小林老师，我也要感谢我的唱片公司华纳唱片。我也要感谢我厝内的爸爸妈妈厝内的时代每一个人拢对我足好。我上会记的就是，今仔阮某出门又甲我讲，你一定爱得奖哦，老公。伊讲自我带伊做某以后。我的运道愈来愈好，你看，这就会当证明。音乐是我的最爱我感谢伫天顶的阿嬷、阿公，甲我的爸爸，因予我的爱会当伫音乐这条路继续努力、继续付出。我要继续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，甲感动的音乐。唱遍全世界，我是萧煌奇，谢谢。